看看我的小背囊，形狀隨字款式是最靚。我最愛的和我嘅知識，通通都會收藏在這裏。你看我的小背囊，誠實有禮，可跟佢做 good friend。我有開心或我有傷心，他都於我身邊陪我氹我。天天清早都一起上學，每個事情可做到最好。天天進步需一起創造，發奮應該趁早。看看我的小背囊，形狀隨字款式是最靚。我最愛的和我嘅知識，通通都會收藏在這裏。你看我的小背囊，誠實有禮，可跟佢做 good friend。我有開心或我有傷心，他都於我身邊陪我氹我。看看我的小背囊，形狀隨字款式是最靚。我最愛的和我嘅知識，通通都會收藏在這裏。你看我的小背囊，誠實有禮，可跟佢做 good friend。我有開心或我有傷心，他都於我身邊陪我氹我。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第23期嘅小背囊有聲兒童雜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同以往一樣，我哋今期呢有好多精彩嘅內容噃。而森林家族呢有一個嘉年華會，我哋藉此呢希望小朋友能夠參加個作文比賽，贏取獎品。Nono 姐姐好想你哋參加㗎，你哋試下啦。啊，小一丁班嘅阿 May 唔識游水㗎噃，你估佢能唔能夠學識呢？仲有啊，小記者今次呢想介紹一間兒童醫院喎，係點㗎？大家一齊聽落去咪知道咯。各位小朋友啊，我哋身體如果出現咗毛病，就需要去睇醫生啦。咁如果大件事啲，又需要入醫院喎。有陣時我哋覺得入醫院好驚噶，但係我家最近發現咗呢，原來呢有啲小朋友醫院噃。我今次帶你哋去睇下，入邊嘅環境啊，真係幾得意噶，又唔係白蒙蒙，而且呢好多活動咁噶喎。嗱，呢間就係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啊！我約咗阿馮先生，佢會幫我哋介紹一下醫院嘅活動同埋設施噶。我哋一齊去睇下啦！啊，馮先生你好啊！小記者你好，我帶你去睇下啲小朋友喺度上堂嘅情形啊！咦，小朋友嚟醫院上堂，乜醫院有書讀嘅咩？係啊。如果小朋友呢，因為入咗醫院而翻唔到學，咁到佢好翻嘅時候，咪追唔上啲功課咯。所以啊，我哋呢度呢，有導師去教小朋友噶。啊，咁啊真係幾好噶噃！我上次啊，淨係發燒都已經考試默書唔合格噶咯。咁慘啊！係啊，所以你哋呢個服務真係幾好噶。啊，嗰邊點解有咁嘈下嘅？咩事嚟噶？哦，啲小朋友呢係參加緊呢由啲義工幫我哋搞嘅活動啊！啊，啲義工啊，嗰啲哥哥姐姐就係義工嚟噶啦，好有愛心噶佢哋。係喎，幾有意義喎。咁佢哋呢就成日呢都嚟醫院呢就做探訪噶喎。探訪呢度啲住院嘅小朋友啦，等佢哋冇咁悶噶。係啊，咦，嗰邊又有小朋友喺度游緊水嘅。
點解咁好玩噶？佢哋咧就其實喺度做緊物理治療，嗰度係物理治療部嚟噶。哦，有啲小朋友咧，佢需要咧以運動嚟幫助康復噶，咁游水咧就係其中之一啦。而家咧啲導師咧就喺度教緊佢啲家長咧，幫小朋友咧做水中嘅運動啦。係啊，咁小朋友出咗院，啲家長都可以繼續幫小朋友做治療。啱啦，係，咁做多啲又係有益啲嘅。嗯，做多啲身體又健康啲。其實啊，我雖然覺得呢度呢係好得意，不過我諗身體健康最緊要，都係避免入醫院好啲咯。當然係啦。咁我唔該晒你啦，馮先生，拜拜。拜拜。兒童卡拉 OK。小蜈蚣你就好啦，有咁多對腳，行路又快又敏捷。如果我小螞蟻有咁多對腳就好啦。小螞蟻，你以為啦？其實有咁多對腳啊，有時都好麻煩噶。好似有一次，蝸牛咁耐都未到噶，約好咗今日一齊去小蜈蚣屋企商量啊，等到我草蜢都悶晒啦。哎呀，商量點樣同老師慶祝生日啊嘛！哎呀，甲蟲都嚟晒啦。係啊，唔知蝸牛有咩事呢？我聽電話先。喂，小蜈蚣啊，我係蝸牛啊，我而家喺巴士站啊，唔識路嚟啊，你哋快啲嚟接我啦！於是小蜈蚣、甲蟲同埋草蜢就猜包剪揼，決定邊個去接蝸牛咯噃。我包，我包，我再猜，我再猜，我剪你，我剪，我包。我得答。我包。唉，結果呢，小蜈蚣輸咗啦喎。小蜈蚣你輸咗啦，你要去接蝸牛。咁噶？小蜈蚣猜輸咗呢，就要接蝸牛啦。但係奇怪咯，蝸牛等咗好耐都見唔到小蜈蚣喎，大家就好擔心啦，驚小蜈蚣有咩意外喎。做問題，我哋快啲去揾小蜈蚣。好啊。哎呀，等草蜢出去睇下小蜈蚣做乜先。哎呀，小蜈蚣你仲喺門口做乜鬼啊？吓，仲喺度着緊鞋。我仲綁緊鞋帶啊，就快綁完噶啦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咁多隻嘅，有排着咯。跑跑跑跑跑，
期昆蟲世界為大家介紹蟬。蟬主要嘅食糧呢係樹汁。當佢哋食完飽飽之後呢，身體入邊就積住大量嘅液體，而身體就會變得好笨重啦。但係當蟬遇到襲擊，譬如當小朋友想捉佢哋嘅時候呢，蟬係可以立即將身體入邊嘅廢物全部排出嚟嘅噃，就好似柯樹樹咁啦。咁身體就可以輕啲，佢又可以容易啲飛走咯。而我哋喺夏天成日聽到蟬嘅叫聲，原來係由雄性嘅蟬所發出嚟噶。唔同品種嘅蟬呢，係會喺唔同嘅時間發聲。喺大清早嘈醒我哋嘅瞓覺嘅蟬聲呢，原來係由桑黑蟬所發出嚟噶喎。森林家族。哇，好嘈啊，好熱鬧啊！發生咩事呢？哦，原來呢，森林家族呢正在喺度舉行呢個嘉年華會喎。你睇下，睇唔睇到啊？圖畫入邊有各式各樣嘅攤位，唔單止有嘢賣喎，哇，仲有嘢食添。佢哋一定係玩得好開心噶啦。小朋友啊，你係咪都好想同佢哋一齊分享佢哋嘅歡樂呢？不如咁咯，你哋呢將你哋幻想力配合文字寫成一個故事，咁之後將呢個故事呢就寄俾我 NoNo 姐姐。字數冇限噶，你可以寫一篇或者幾句都得噶。只要將你幻想你自己參加咗呢個森林家族嘅嘉年華會嘅故事呢，記低落嚟，咁就可以寄俾我噶咯噃。記得啊，你要寄嚟柴灣新業街安力工業中心512室小背囊出版社嘅編輯部收。不過記得寫埋個名、學校同埋連同一幅相一齊寄嚟噃。咁我哋呢就會喺第24期嘅雜誌入邊呢刊登呢啲得獎作品噶啦。如果寫得好呢，我哋就會送翻份神秘禮物俾佢噶啦。快啲叫你爹哋媽咪幫你寄嚟啦！音樂農夫。有一日，好懶惰嘅神仙阿懶仙呢，佢去咗其他嘅星球嗰度玩喎，佢偷懶啊。而今次佢就去咗音樂星啦。哎呀，好眼瞓！哎呀，原來音樂星嘅農夫係用音樂嚟種菜噶喎。當大胡子農夫拉起小提琴嘅時候，田裏邊嘅紅蘿蔔啊、青瓜啊，都好神奇咁由泥土裏邊生長出嚟噃。哎呀，哇，好神奇喎！而懶仙呢，又飛到另一塊田上邊啦。佢見到阿肥嬸嬸同埋肥伯伯喺度吹緊喇叭喎。而呢，南瓜呢，就跟住喇叭聲變得越嚟越大咯噃。如果呢啲神奇嘅樂器係屬於我嘅，咁我咪可以喺其他神仙神仙嘅面前威翻次咯。就喺呢一晚，懶仙偷偷地咁入咗農夫嘅屋企，將啲樂器全部偷走晒。而第二日朝頭早呢，佢仲帶埋晒啲樂器去揾其他嘅仙人噃。各位仙人，今日呢，我帶咗啲神奇嘅樂器，
為大家表演噶噃。咁神秘嘅？有乜咁得意啊？你唔好話，睇住啦，睇住啦。睇住啦嘛。首先呢，我就為大家表演嘅係音樂種蘿蔔啦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咦，冷天你幾叻噶噃？哇，真係好犀利啊！真係犀利咧！如果咧大家都想試下用音樂嚟種菜嘅咧，我呢度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樂器嘅。等我試下呢啲喇叭先哈。我又想試啊！一下子咧，場面變得好混亂咯噃，因為各人都吹住呢啲樂器咧，亂埋一齊啊！好快咧，田裏面就生長出一大堆嘅蔬菜出嚟啦。哇，真係好大啊！等我再吹下先。好犀利啊！大得好快啊，好得意啊！結果咧，蔬菜咧就變得越嚟越巨型啦，而場面咧亦都開始失控啦噃。我停啊！唔好再吹啦！唉，搞成咁樣，懶先至知道咧情況係好危險啦，即刻叫大家停止啦。咁究竟懶先點樣收拾呢個殘局呢？請留意下一期嘅小背囊有聲兒童雜誌啦。周末四圍去。小朋友，你哋對高爾夫球呢種運動有幾熟悉呢？而家屯門有一個康樂體育中心，入面有區域市政局第一個高爾夫球中心。如果小朋友你覺得我都係太細，唔打得住，唔緊要，又可以去附近嘅歷奇公園嗰度玩下。入面有好多設施係好啱我哋小背囊雜誌嘅小朋友噶。呢個體育中心仲包括有騎術學校啦、射箭場地同埋球場添嘅。查詢電話咧就係24662600。小朋友，我 NoNo 姐姐今次要教大家扮鬼扮馬噃，就係咧做一個鬼面具啊。首先你要預備嘅咧係一張正方形嘅手工紙，然後咧依照咧書入邊嘅方法咁樣繼續接啊咁樣，接到咧圖8嗰度咧，之後咧就畫上面譜。你睇下呢一個趣怪嘅鬼面具係咪好得意咧？電腦小天地，一飛沖天去，一飛沖天去，小小穿梭機。小朋友仲記唔記得呢一隻歌啊？係咩歌呢？我知你都識噶啦。今次小背囊介紹你嘅網址呢，就係一個兒歌嘅網頁，裏面有好多好好聽嘅兒歌，大家可以一齊唱。唔記得歌詞唔緊要，因為入邊有晒歌詞噶啦。